各位兄弟平安，平安。只是请咱灭倒走到。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这个山也未生出，地甲世界也未造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求你假使阮知影算家己子，互阮得到智慧心。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顶面，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工，阮的手所做工，愿你坚固伊。即条，咱要来唱圣诗。529首，圣诗529首，伫我救主荣光面前，大家自集欢喜和平。求你疼痛极大无比，阮要吟诗来感谢你，打着儿主对伊骹步，大家进前来行天路，无论经过逐项代志，常常帮赞安慰扶持。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救主阳光面前，大家做这欢喜和平，主你行风叫大无比，我要坚持来感谢你，耶主对脚步。大家前方来叫的我，无论经过逐项代志，常常帮赞安慰扶持。愿我救主改变我心，在我脚日渐我切，从我生命变好样，不阿我做我冤家，做你谦卑，我无家己，我生的苦，在世情悲。
做一地，三个三条，求主做阮无正，带阮行过前方光明，弟姊妹同开一个，大家同行路地，日日交杯，那苦那酸，好歹健康，哪个无情？一切恶路，你到万世。这条咱要用上第10条戒来信用告别，请咱掀开圣诗的第头前11页，掀着咱三角来读上第19戒。第一戒。我以外，恁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戒，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下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敬拜因，也毋通服侍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决断毋永远用我的上帝来批判我，怨恨我归咎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守我诫命的，我施恩互伊千代。第3戒，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人。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4戒，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6日内应着来着活，做你一切的工。独第7日，就是按耶和华你上帝来守的安息。这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点伫你中间的出国人。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第7日就歇，所以耶和华祝福伫安息日，设伊做圣。第5戒，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予你的地得着久长。第6戒，毋通害死人。第7戒，毋通行奸淫。第8戒，毋通偷盗。第9戒，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戒，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的某、奴仆、女婢、牛、驴，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的。请坐。这条咱要三脚来启用，伫圣诗后壁面启用第30篇，153页，显着咱三脚来启用。启用文第30篇记载伫诗篇121篇。启用文第30，我举目看山，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的骹跋倒，伊说咧保护袂拄面。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大旱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今日要阮感谢你，祝你成节之子，你阁引带阮众兄弟
来到圣殿，要来敬拜主礼。阮知今年也是阮教会设教40周年，主伫过去的日子，你也兴起在对头对早时到最近，拢会兴起侪做你的圣工，伫遮起做，阮也当伫遮受到造就，伫遮享受主你的疼。经过40年的当中，阮也看见有复兴伫阮的当中，阮也献上感恩祭伫你的面前。上时伫过去日子，阮也拄着试炼，阮也拄着侪艰难，甚至阮要跋倒，甚至阮冷心倒退。但阮知主的疼，你无时无一站的包围，拢伫遐疼痛，是落恩典伫阮的当中，伫阮年纪成长，从阮的青春甲阮的快乐伫遮的时，阮也看见时代变迁，互阮教会暂时有停顿，阮也对主你仰望，伫新的开始有新的圣灵引带甲保守。阮知受伤的芦苇，只有你袂压制；要花的火，只有你无分互花。你是恩典的主，你得较疼阮到底。你阁甲因讲。阮若听候耶和华的，就要重新得到快乐。阮就要像鹰照天势飞悬，走也袂亚，行也袂先。阮正兄这当中，阮也有辛苦病痛，也有讲袂出的吐气。伫逐种的生活当中，有侪压力，叫做你的灵也隐在。伫阮创伤的时，你安慰我；伫阮困难的时，你帮助阮。大过阮一切的生活，就当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阮看见世界侪伫逐日、逐世代拢有咧竞争，阮也知这也影响阮世间侪，也有甚至也有经济的侵略各方面。阮知伫政治不稳的时，对阮的生活也侪压力。主，阮知你是掌管一切，伫你所设立的世界，你想事的创造内底，拢有你的法则。毋茫主你的疼，搁一遍失落。你若受到有适时的，求主你安慰因，有好的福音来广传，互世界进入和平。愿主你的恩典甲一灵界伫阮每一个当中来做权掌管即个世界。阮也要听主你的声，通过牧师对顶面来所领受的启示，对主你传出上帝圣经中的奥妙，互阮知，阮会当亲像鹿切绝羡慕溪水，佫会当进入真理的内，佫会当照安尼来行出来。阮兄弟当中，无伫阮的兄弟当中，阮也孝念伊，无论因出因入，主你拢保守因平安，常时也祝福来到你面前的兄弟姊妹。阮来到教会，阮也要献上阮的礼物，阮也要献上阮所想做一切。愿主你也感动，包括阮的奉献，包括阮的敬拜，对头到尾，主你拢掌管。阮阁一遍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接赞美圣歌对我所亲爱的兄弟姊妹。
感谢圣歌队带咱来敬拜，水的歌声真来很好的坐。但即时咱要来看圣经，咱圣经要看出埃及记第1章对22节读到第2章17节。现着我来读出埃及记第1章第22节。和合本第69页，汉语本59，现代原本69。出埃及记第1章第22节。法老吩咐伊的众百姓讲：见若所生的查甫囝，恁着甲伊ฮ็落河；一切的查某囡仔，恁着留伊的性命。第2章第1节，有一个利未族的人去娶一个利未族的查某囡仔，迄个妇人人怀孕生一个囝，看伊是清秀的囡仔，就囥伊3个月久。后来看袂阁囥得，就为着伊出路德的箱啊，用石油甲热清膏衣，将囡仔下伫迄内面，落伫河边芦苇的中间，伊的大姐远远徛伫，爱知伊会拄着怎样。法老的查甫囝落来河里要洗浴，伊遐的女婢行游伫河边，看见芦苇的中间有箱，就找一个女婢拿来掀开。看见囡仔在哭，伊就怜悯伊讲：这就是希伯来人的囡仔。伊的大姐甲法老的查甫囝讲：我去伫希伯来人妇人的中间，叫一个尼母来，甲你要即个囡仔，好无？法老的查甫囝甲伊讲：你通去。查甫囝就去叫囡仔的老母。法老的查某囝甲伊讲：抱即个囡仔去，甲我摇伊，我要互你的工钱。妇人人就抱囡仔去摇伊，囡仔渐渐大，妇人人就带伊到法老的查某囝遐做伊的囝。伊甲伊号名叫摩西，讲：因为我对水内救伊出来。后来摩西已经长成，伊出去到伊的兄弟遐，看伊因咧打地，看见一个埃及人拍一个希伯来人，就伊的兄弟。伊看左右，看无人伫遐，就拍死埃及人，淹伫山里。过日阁出去，看见有2个希伯来人相拍，就对迄个毋对的讲：你啥事拍你的同伴？迄人讲：是一罪设立你做首领甲审判官来管阮。你想要拍死阮，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吗？摩西惊，讲：即个代志真正老做。法老听见即个代志，想要杀摩西，就是摩西闪避法老，行去米甸地徛起，坐伫这边。米甸的祭司有7个查某囝，因来抢水到满槽，互老爸羊群啉。迄个顾羊的教赶因，摩西就起来帮助因，互因的羊群啉。咱圣经看到遮，咱牧师要讲道题目是领导者的特质。
这是咱中声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最近咱教会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是嘛袂少所以咱大家伫即个季节变换的过程中间，咱一定爱保守咱家己的身躯健康尤其最近即个新冠疫情佫有更新愈来愈严重所以咱若会感觉讲有上呼吸道会无爽快一定爱去看医生，有可能是确诊过来就是咱出入嘛爱咱骹步爱好好行，行好，行好稳咱莫跋倒咱中间有年纪的兄弟咱大家拢爱真注意咱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先，咱先做伙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的带领，你互阮日日经历稳定疼痛，无论阮面对的是啥物代志，你拢互阮体会到，阮有你的同在。所以伫礼拜一早起，阮同心敬拜，阮也透过读你的话，就是圣经所记载的话，阮要搁较捌主你的道理。所以恳求上帝，你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过程中间，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无论讲的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标题是领导者的特质。讲到领导者，咱莫想讲即个领导者就是当职的因为讲起来，咱每一个人，咱拢有咱的责任。无论咱伫人生倒一个阶段，想讲咱中间有兄弟是已经退休享受退休的生活咱爱做啥物的领导者？咱家己身躯健康的领导者，咱爱做啥物领导者？咱的心灵健康的领导者，咱的情绪平静安稳的领导者当然，咱在座嘛有持续迄工作的，也是讲咱有即个做家长的。咱每一个人，咱有咱家己的角色，会当讲咱每一个人拢是领导者。今仔日咱开始要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迄讲起上帝怎样通过摩西带领本来做埃及人奴隶的希伯来人出埃及。然后出埃及来变成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所以咱伫旧约圣经有时阵会读到希伯来人，有时阵讲是以色列人，这差别就是出埃及。出埃及以前，因是称呼做希伯来人，因为因的语言是希伯来文、希伯来语。但是出埃及了后，上帝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互因伫旷野成做上帝的百姓，所以就是称呼做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又是即马以色列共和国的祖先当然即个中东的问题、政治问题，这是真复杂咱伫遮无迄个时间去讲但是这是大概咱一个名词，尤其是咱读旧约圣经，有时阵会感觉讲，为虾米一时仔讲雅各的子孙是希伯来人，有时阵会讲雅各上帝甲伊改名做以色列，雅各的子孙是以色列人，这是出埃及，所以出埃及。这个代志是
以色列人，也是即卖的犹太人，因上重要的一项代志。共款对咱灵性顶面的以色列百姓，咱讲咱是上帝的百姓，咱是灵性的顶面、灵性层面，咱是上帝的百姓，咱是以色列百姓的其中一份子。这是讲咱甲上帝的关系，就亲像旷野的以色列百姓甲上帝的关系。这是大先爱互咱读旧约圣经来先了解，先了解。讲到摩西，民数记是真学了摩西，民数记12章3节，学了摩西是啥物？以人极其的温柔，赢过世上的贱人。咱的和合本讲极其谦和，谦和温柔，谦和咱台语讲谦顺，这是真正真学到的一款话。最近伫网络读到一个袂歹的文章，迄是一个叫做伊的名，伊即个账号啦，这网络的文章是什么？阿卡心理学啦，我感觉即个即个作者今年40岁，所以伊开始咧反省做一个中年男子的一寡反省啦其实即个文章有啥物甲即个民数记12章3节，学了摩西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比贱人拢较温柔，也是和合本讲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咱知影咱可能中年了后咱就发现讲咱甲少年人愈来愈无办法好好讲话，也是讲咱少年的时阵哇，这兄弟一大堆，然后即个囡仔拢足爱来找咱耍，找咱讲话，也是青少年。到咱中年了后，你发现讲奇怪，咱一讲话青少年囡仔就闪足远。即个文章伊讲中年男子的修行，不要急着给意见。当头棒喝这对牧师即个年纪来讲是当头棒喝所以讲以前做传道的时阵，啥物拢毋捌，袂晓无会讲道嘛台语拢袂啥会晓讲反倒当青少年、大学生拢真爱来找叶哥然后年纪渐渐大，发现讲像咱教会当然咱较特殊进前牧会的经验。青少年看到牧师拢闪远远啊，也是讲牧师一讲话青少年根本就无想要听青年青少年无想要听来就是不要急着给意见这个文章安尼讲人过中年了后就有一款心理的一款心理啦贡献感，人对后代有一个帮衬贡献，所以咧咱急不不讲爱留落一寡物件，咱未来袂当安尼你愈安尼真正少年人美紧闪为虾米？举一个咧，有时阵咱人际关系就因为安尼无拄拄甲青少年，是咱的人际关系受影响。像咱有一个朋友，真欢喜来甲你讲，明仔载我要去日本东京旅游。但是有时阵，咱可能观察到有一款人，伊会安尼讲：即马天气遐热，去东京创啥啦？哇！本来迄朋友真欢喜讲，我要去东京，明仔载就要出发。你甲伊安尼讲，伊话就无爱讲啦，伊就无爱讲啦。甚至以后就开始有啥物活动拢无爱甲你讲。为什么？泼人家冷水，跟人家唱反调。其实这毋是故意这是啥物？你想要帮助别人嘛？你有真侪经验，我日本袂输行走卡共款，一年去5、6遍呢。我当然知影讲，即马东京足热，无适合旅游，人客人。问题是你讲出来，人机票拢买好饭店订好甚至是旅游团，甚至伊这是
员工旅游嘛，毋是家己要去东京的，公司请的啊。但是咱无好好啊了解对方到底是想啥物，无了解对方的问题，咱就赶紧想要贡献、帮赞、教导，哦。所以即个文章讲哦，咱其实吼，中年了后，咱年纪渐渐大，无错，咱有真侪人生经验，无错，咱对伫未来咱毋茫有贡献，留落来咱的经验，咱所学习到的。问题是，咱敢真正了解别人的问题？好，所以这个文章直接跳来结论。哦，伊讲啥物？第一，做一个成熟的中年男子，还是讲咱做个成熟的长辈，咱该安怎？第一，不要急着给意见；第二咧，当别人发表意见的时阵，对你分享伊的意见、分享伊的代志的时阵，咱大声问讲你是爱我知影就好，也是要听我的意见？你较来讲话，较来反映。啊，第三是啥物？人爱改变咱的习惯，咱一有年纪，咱就爱讲，我感觉，我觉得，人爱改变这个歹习惯。人爱改变什么？你认为呢？从我觉得开始讲话，变做你回应代志，讲你认为呢？好，最后伊讲一个真好的一个分享，讲不急着给意见，不是冷漠；不急着给意见，不是冷漠。是给对方处理问题的空间，不给意见不是冷漠，是给对方自己处理问题的空间。哇，我感觉吼，这真正吼来对照为什么民数记12章3节讲着这个中年的摩西，其实伊当阵应该嘛小可老啊。但是讲伊悠远，人非常温柔，赢过世上的证人。所以咱看迄日本电影吼，拢有真时常迄个电影内底，嘿，拢会演什么真可爱的老大人吼。日本的电影就拢会有即个角色，一个真互人疼、互人爱的一个，得人疼的一个老大人吼。啊，伊拢安怎回应代志？说噶。然后咧，伊就无讲话啊。原来如此。其实伊拢知，但是伊就咧真冷静回答一个说噶。啊，少年人家安尼讲啊，真生气，啊是真激动。啊，伊就冷，伊嘛毋是冷，伊就是真平稳安尼回答说噶。然后咧，就是安尼嘛，就是安尼就有够啊，原来如此，这叫做成熟的熟龄人士，成熟的熟年人士，所以中年男子的修行，不要急着给意见，这个因为最近回想着真多这个。牧者中间的就是牧者中间常常咧拢会互相分享牧会的困难，也是甲会友的关系，所以开始会反省思考这个代志。因为牧师认为讲啊，我是凡事我拢爱提意见嘛。若无你敢是牧师，但是实际上，有人只是讲要。讲代志要互你会当体会到伊的情绪，有人讲代志是望讲伊面对问题的时阵，有一个人陪伴伊做伙来面对，根本毋是需要意见啦，亲像讲少年人甲爸母讲，阮明仔载要出发去佚佗，要去垦丁。
啊，咱回应常常咱做爸母的讲啊，天气遐热，啊去垦丁的足热啦。咱好心讲啊，去垦丁足热的，哪要去？啊，人今日是安怎？今日是甲你讲尔啦，讲莫找我，我明仔载一礼拜拢伫垦丁哦。啊，咱做士大人的啊，想讲，无讲一个意见，无办法代表我真关心咧。啊，讲一个意见，啊，少年人想讲你泼我冷水。少年人讲什么？我是告诉你，不是寻求你的意见，不是让你同意哦。我已经40岁了哦，咱的今日有时阵哦，咱应该加减拢拄过即款代志啦哦。今日来讲，伊有一个计划，伊要做，啊，然后咱好心甲伊提供意见，然后咱的后辈甲咱讲，我40岁啊咧，我只是告诉你，我不是要让你允许我这个都已经决定，都确定了。讲啊，但是咱就来思考，摩西有啥物特质，互上帝交托遐尼重要的使命互伊，然后摩西佫会当尽心尽力来完成伊的使命。大先，咱就来看。希伯来人的祖先雅各，甲伊的全家族要闪避饥荒，因为因所住的所在大饥荒，到后来无物件通食，所以因就搬全家族搬来埃及。过几啊代了后，过久了后。雅各的子孙希伯来人生了真多，变成大族。然后埃及人已经袂记得讲，进前吼有一个雅各的一个细汉后生吼做宰相，约瑟。后来埃及人拢袂记得啦。啊，埃及人看到的是啥物？遮的外族伫阮的所在生遐济，变成大族，逐方面拢足成功，威胁着阮的存在。所以埃及人就开始将希伯来人当作奴隶来歹款待、来苦毒，互因做真粗重的工作。所以摩西的出身就是埃及人的奴隶，埃及人的奴隶，咱知影埃及古代有象形文字，然后真侪所在拢有遮的壁画，壁画边仔拢有文字，考古学家拢已经研究出来遮的文字的意思，这幅图。就是希伯来人伫埃及做奴隶的图，所以真正希伯来人雅各的后代是有伫埃及做奴隶，这考古学家拢已经有发现遮的图。其实，咱讲英雄不怕出身低，摩西出世伫埃及人奴隶的家庭，其实真侪伟大的领袖，伊出身嘛是真卑微普通。亲像讲，伫美国历史中间，会当讲上互人尊敬的其中一个总统，就是第12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但是咱知影。林肯总统，伊出身伫卑微的家庭，真普通的做正常人的家庭。然后因是走去当时呾开发的所在，伫遐来种田，所以是真卑微。你若是混得好一定是。
住伫迄个上top的所在，上即个现代化的所在，对无？咱讲台北市首善之区，吼，咱下港的，吼，咱表现优秀，也是讲咱想要拼一个，咱就对下港搬来台北市找头路，然后吼要求发展。啊，若是咱走去迄个上偏僻的所在去开垦的，通常拢是吼较所谓的较混不下去啦，吼，所以咧，咱走去迄个吼，像以前吼，真侪人走去吼中南美洲吼，迄拢是有一寡原因吼，一寡原因政治因素，也是一寡即个吼经济因素。所以你走去迄个较辛苦的所在去开垦，拢有一寡故事伫个。林肯总统，伊是出身即款的，吼，但是伊靠着家己学法律，然后考调律师，开始做律师，然后关心公众事务，然后参选州议员，伊阁落选过，然后后来做联邦众议员，开始有全美国的全国性的知名度，并且后来伫1861年当选总统，然后因为即个所谓的奴隶制度的争论，所以伊当选总统了后，美国发生内战，然后林肯总统带领美国经历即个内战，然后互国家无分裂，甚至美国内战了后，南北战争了后，因为规个国家变成一个大国，真正的大国，所以咧，美国开始变做世界上强的国家。但是咱就回想伫林肯总统辛苦的成长背景，经历真多的失败，然后一步一步关难过，关过了后，互林肯总统伊成做一个真有正义感，所以伊坚持奴隶制度是无下着人性，然后伊就坚持，伊就去面对。然后伊坚毅不屈，伊这个性格，互伊会当变成美国上受人尊敬的总统之一。这是即马华盛顿的林肯纪念馆。同款的摩西嘛是。咱知影法老为着避免希伯来人愈生愈多，影响着埃及人的生存，因看做是威胁，所以埃及的法老命令爱将所有希伯来人的查甫翁仔仔来杀死，等落去河里，互伊死。那安尼，希伯来人就无办法死拖落去。但是摩西的老母为着保全摩西的性命，看即个翁仔仔遮尔古锥，所以就将摩西放伫罗德所做的箱仔内底，放伫河的中间，想讲安尼留伊一条性命。煞拄好，互法老的查某囝看到，然后收养。成做法老的后生，法老的查某囝的后生。但是上关键的就是啥物？煞一个安排，一个真特别的一个安排。摩西的亲生的老母，竟然阁成做摩西的儿母，所以摩西出世了后的头前的几冬，应该是即个对出世到断奶，
拢是伫原本的希伯来的家庭中间来成长、受优生，所以会当保留伊的信仰的根基。这就是为什么教育专家拢强调0岁到3岁的教育是对伫人的一生上重要的。这是一个网络的一个标语哈，3岁前的依附关系决定3岁后的社会发展。哦，这讲到做人父母的哦，伫出世到3岁的迄个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的人细汉的时阵是老母亲自来养饲的，有的是送互阿公阿嬷来饲的，有的是奶爸爸爸来带的，有的咧，是互别人来照顾的。其实这拢影响着3岁了后的社会发展，当然这是真复杂的问题。但是咱对伫摩西，咱知影，摩西虽然讲互法老的查某囝做囝。但是，伊犹原伫会当讲0岁到3岁，是伫伊原本的希伯来家庭来受优生，所以建立伊信仰的根基，建立伊人格的根基，建立伊自我意识的基础。然后咱来看摩西的老母，伫摩西较大汉了后。就将摩西带转去，互法老的查某囝来养饲，安尼变做啥物？摩西就会当接受着法老的宫廷内底，要互一个王子会当受的上好的教育。即款的教育。互王子的教育是要备办伊未来做国家的领导者，所以这说互摩西会当得到未来带领伊的同胞希伯来人出埃及，所必须爱有的领导的才调、领导的才能。这是这个梦工厂。就像是1998啊，1999的一个卡通的电影埃及王子这有演到啦然后咱看摩西佫有啥物特质？咱知影摩西会当讲差不多0到3岁，是互生伊的老母来养饲。这互伊有正确的身份认同，这互摩西就算讲后来是互法老的查某囝来饲，是伫法老的宫廷内底来受着正规教育，成做一个王子，埃及的王子。但是因为伊真细汉的时阵的迄个经验。这互摩西大汉了后，伊关心着同胞所受的苦痛，因为伊有伊正确的身份认同。所以讲这为什么真侪台语的老师拢会望讲咱伫厝里嘛是爱教台语，教囡仔的台语。若无咱至少爱互因。了解到身份认同，咱家己的身份认同，所以当咱看到圣经有记载，出埃及记2章有记载，讲摩西看到有埃及人喺欺负希伯来人的时阵，甚至甲伊拍的时阵，摩西出去正义感。伊看四周围无人，伊就将迄个埃及人甲伊杀死。
然后毁即个灭迹。咱看到讲即款性格的摩西，当然迄当阵真少年，但是咱看出伊的正义感，咱看出伊的正义感。其实咱知影犹太教对伫咱的旧约圣经，这是因真看重的一个信仰的根基。然后对伫旧约圣经，因发展真侪教导的文献，其中一个犹太教重要的文献叫做塔木德 （Talmud）， 这是内底有真侪犹太教律比的教导、生活教导。其中有一条教导，这常常互人来引用，就是面对不义，会当抗议却无做，安尼就是帮凶，就是帮凶。面对不义，能抗议却没做，那就成了帮凶。人爱问咱家己，咱诚做基督徒，咱问咱家己，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咱敢是反倒等咱会选择明哲保身就好。咱台湾俗语一句话讲：一句唔知，百项无代；一句唔知，百项无代。我当作无看到就好，当作无看到就好。安尼我求平安。但是咱伫社会半路遮久，咱知影有时阵要求平安哪有遐简单，要求平安哪有遐简单。咱有伫政府部门工作过的，还是即马拄好伫政府部门工作，咱就知影有时阵会真正咱选择明哲保身问题还是会来找你啦也是讲咱做生意的，咱在座嘛有捌伫银行界、金融界，咱就知影有时阵敢真正一句毋知百项无代，常常毋是安尼。反倒转有时阵咱会做咱正确的选择，咱选择公义，选择诚实，咱嘛是凄惨路撇，但是至少安怎？至少到后来心安理得啦心安理得。好，咱搁来看，原本摩西当作伊杀死迄个埃及人的时阵，四围无人，四边拢无人看到，伊当作无人看到，无代志。但是当摩西后来去劝犹太人相拍的，劝迄个做毋对的希伯来人，迄相拍其中有一个是毋对的。摩西想讲，我是埃及王子，我应该讲几句话，去考劝迄个做歹的希伯来人。迄希伯来人竟然回应伊讲啥物？治罪设立你做首领甲审判官来管管，你想要拍死我，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吗？哇，这是啥物意思？你若是摩西，你会安怎想？进前看到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迄个希伯来人，然后我出伫正义，我来帮忙，我来出声，甚至我杀死即个埃及人，来救我的同胞。但是后来想讲无人知影，你不讲，没有人知道。但是后来即个代志传啊，大家拢知，甚至埃及人嘛知，埃及法老嘛知。这表示啥物？迄当阵摩西知影讲，哇，大家拢知影，我杀死埃及人啊！伊可能深刻的体会，就是啥物好心互雷霆啊，好心没好报。因为真有可能，伊出手帮赞的即个同胞，不但无感谢，甚至佫甲伊出卖。伊看到埃及人一个埃及人欺负即个希伯来人，然后
摩西出来阻止，甚至杀死即个埃及人。安尼知影即个代志的，除了摩西以外，佫有啥物人？就是伊帮咱的人啊！好心互雷霆，敢毋是就安尼？甚至无感谢，佫去出卖伊。咱若是摩西，可能咱心中咱家己就抓讲啥物？我以后不管闲事了啦，我管你去死！以后我不做了啦。但是咱看摩西甲咱普通人有啥物差别？后来当然，摩西为着保护即个希伯来人去杀死即个埃及人的代志，互法老知影了后，法老开始追杀伊。真有可能即个法老本来毋知影，摩西竟然是希伯来人，嘛有可能伊知影，但是伊即马发现着，即个摩西吼，毋是徛阮即边，是徛希伯来人迄边，伊开始追杀摩西。摩西也只有逃走，虽然顾性命，伊逃走去米甸，但是就算是伊捌互人出卖，就算伊因为主持正义，煞好心互雷霆，但是伊无改变伊急公好义、行公义的即款的性格。伊伫米甸逃走去米甸，伫遐，伊游玩愿意替米甸的祭司。后来咱知影伊名叫即个祭司的名叫做亚特罗，的7个查某囝伫遐主持公道，看到因受人欺负的时阵，伊出来主持公道。咱发现着摩西的特质。伊不只是有正义，伊行公义、好人民，然后伊掠着一个精神，做正确的代志。摩西的特质，咱知影圣经爱咱疼别人亲像家己，疼别人亲像家己。圣经敢有教咱？圣经敢有教咱？吼？疼别人亲像家己，但是圣经敢有教咱讲，因为咱疼人，互咱疼的人就会用疼来回应咱，回报我们。无咧，圣经敢有安尼讲？吼，我疼人，人一定疼我，所以我爱疼人。无，虽然讲人性本什么？我昨听一个演讲，迄个徐博月吼，台湾英霸。伊讲毋是吼，台湾英霸徐博月吼，电视即马最近常常出来，伊是花心毕业的哦吼，伊本来是伊空军迄个空官，但是伊脊椎受伤，所以袂当飞迄个战斗机，伊只有退伍，伊就去读新学院，本来想要做团队，种种的原因，后来转去受训练，飞迄个民航机，后来因为最近因为伊就出来出声，即个对伫政治有出声，结果伊就辞职，伊本来是做迄个玉山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嘛，伊就辞职，即马做演讲者，四过演讲。伊讲啥物？人性不是本善或本恶，伊讲人性本利，人性本利。为什么？对啊，咱出事咱就枵就要食，对无？这人性啊，咱巴肚枵，咱就想要食物件嘛，对无？咱就哭啊，这是善还是恶？讲利，好像为利是不好，是不是？无啊，利己利他，利益国家。这有无共款的层面？敢有讲好啊是歹？无，但是伊是讲伊强调就是当咱甲上帝建立关系了后，咱对原本的利益家己的自私，咱变成咱会想着别人，想着国家，想着即个世界，所以人性本利，但是当咱甲上帝建立关系了后，
咱会为着众人的利益牺牲咱家己。吼、所以圣经教咱爱人如己，其实就是爱大声掠条。咱毋是要求回报，咱毋是讲我听你，你就爱听我，所以我听你，毋是，是因为上帝安尼听咱，所以咱就爱好款待别人，这才是爱人如己。所以常常咱活地，咱也爱亲像摩西共款，做正确的事，因为即项事是正确。Do the right thing because it is right。这是常常拢会听起的话。做正确的代志，因为即项事是正确。咱毋是去计算啦，我做即项事我会出名，会当出名，然后做即项事我会有偌济的济啦，做即项事我着安怎？你若安尼想这着毋是做正确的事啦。因为做正确的事，因为即项事是正确。所以我无论如何，我要做，因为我知影即项事是正确。所以咱开始会讲着牺牲啦，开始会讲着牺牲，开始会当讲着众人的利益，开始讲着咱对伫咱有啥物贡献。若无拢干那是为着家己尔。做正确的事，因为即项事是正确。落去兄弟。当然，咱看到摩西的事，摩西的一生，看到伊重大的背景，咱毋是摩西，咱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咱有无相款的个性、专长、出世、成长的背景，咱拢无相款。但是上帝伫咱人生的路途中间，持续去塑造咱。为着互咱来互伊用，为着咱会当互伊来使用，即着讲着一个故事。米开朗基罗是文艺复兴时期真重要的一个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伫意大利有真侪伊的作品，伫世界的博物馆有真侪伊的作品。伊有一个雕刻，即个天使的像，会当讲是世界闻名。伫伊活着的时阵，就已经是众人真欣赏的一个艺术作品。所以当伊活着的时阵，有人问伊：你是怎样来创造即个天使的像，栩栩如生？米开朗基罗安怎回答？讲我就是将即个大理石无成天使的部分，我甲伊拄起就会使。我甲即个大理石无成天使的部分，我用我雕刻的刀甲伊拄起。我只是用雕刻刀拄起大理石遐个无成天使的部分。所以兄弟，愿咱拢会当亲像一块大理石，咱谦卑互上帝。即个比米开朗基罗搁较伟大的雕刻家、艺术家，将咱无下伫上帝形象的部分来拄起，互咱基督徒的性命会当拿来拿成熟。当然，伫即个过程中间，上帝会拄起咱的一部分，可能拄起的部分是咱本来感觉上重要的，但是就亲像米开朗基罗将一块大的大理石，用雕刻刀将无成天使的部分来拄起。咱一生，上帝
搁较是安尼，将咱无下伫上帝形象的部分来除去。这过程当然有创伤，这过程当然会失去真多，但是愿咱拢会当坚持到底，咱会当比正性命搁较成熟的基督徒。咱做伙阿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学习到，就是你就亲像看待摩西带领摩西共款，你爱阮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成做一个成熟的领导者。愿伫阮的生活中间，拢负担着真多的责任。主啊！愿主你互阮会当担起责任，愿逐人的责任，愿谦卑，互主你来引带，愿谦卑学习，来成做互你通使用的一个基督徒。主啊，伫即个生命哪来哪成熟的过程中间，主啊！愿也会亲像摩西共款，经历着困难、阻挡、挑战，甚至也互所听的人来出卖。但是主啊，愿较无亲像摩西共款，会当行过人生的路途，就经历着。阮的生命伫你的塑造下面，哪来哪成熟？愿哪来哪会当伫混乱的世界找求着平安？愿哪来哪会当伫人情世事的中间，愿悠然保持欢喜，阁会当伫别人看无愿望的时阵。愿悠然保持着满满的愿望。主啊，恳求上帝你带领看顾，愿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的勉励。这点咱来应答上帝话，来唱圣诗622首，圣诗622。至大上帝，愿你带我稳当经世旷野地，我真软弱，你大权能，用手牵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日日养起我，求你日日养起我。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愿你带我稳当经世旷野地，我定愿将你大权用手牵我无犯罪。你的牛天我用你起我。小说我心最大大希望，为了阮了求你恩助，我都袂行地路，全然叫做，全然叫做，使我归来拥抱。我归来拥抱，你行到遥感无边，行遐遥远的地方，爱也是地上的主，保我往高高龙波，我就坚持。我就坚持。
永远感谢有落来，永远感谢有落来。请坐，一碟咱要来奉献，来请九妹执事甲民兵执事来书献。咱奉献的诗歌是380首。这点咱来看周报。咱消息报告第一点，咱7月到9月4港分单表已经印好啊，需要的教会兄弟，需要的兄弟姊妹，请到礼拜堂的招待的桌顶来摕。咱第二点，咱本年度野外礼拜配合教会设教40周年扩大举行。咱要定伫8月70前往宜兰头城 YWC 的顶头营举行。咱东港8点半伫教会接，咱游览车前往，并伫下午到宜兰的咱会选几个景点来踏青。有一当日晚餐后才转来吼，8点半转来内湖。咱鼓励教会兄弟邀请咱的厝内人朋友来参加，来向九妹执事报名，报名费是300块。第三，校学年已经结束，家长若有毕业生甲升学的成员，请将动态的消息甲牧师甲中心，互咱一起来关心甲带导。第四，最近流行会性的感冒甲新冠肺炎严重，呼吁大家做好各项防疫，也建议有感冒症力甲体光力较差的兄弟，做的是带水暗。第五，拜五暗7点半，查经采用每周新安宫教材，请兄弟踊跃来出席。第六，需要探访也是安排家庭礼拜兄弟，请甲牧师甲中职一律安排。咱第七项是后礼拜的聚会。咱来看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献花队8点45。咱每礼拜五暗时有新安宫的查经，每月一遍。礼拜六咱有炒会。咱来看性感的事奉。咱招待是现状兄，因为素琴节甲平常上因新冠确诊吼。炒会九妹执事，清扫九妹执事。咱后礼拜讲道是牧师、司会九妹执事，司琴是玉洁执事，咱领唱是于洋，咱司宪要请于洋甲民兵执事吼。招待小宝姐甲所长老，炒会是张春梅，清扫是素琴姐。
咱奉献甲自费人数，咱家己来看，有错误请提出更正。咱来看正评的本周金句，4篇121篇第19、第20。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站对倒落来，我的帮站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请咱来。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站对倒落来，我的帮站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我的目望山，我的帮站对倒落来，我的帮站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篇121篇2节。咱坐咧，咱互相来请安。咱伫第2点，咱亚外礼拜吼，因为咱即届要去YW 年青年会呀吼，因为伊的场地吼，事实40个人，甲你30几人的费用拢共款，所以咱望会当尽量邀请甲40人，你30个人，咱可能嘛会付甲40人的费用吼，伊是基本的费用，但是咱相信有信心免无要紧吼，若无够咱就照安尼，因为你若无够，你照入门票，佮甲伊的租礼堂爱7、8种，咱为着安尼，咱怎伫遐食？吼安尼也较好啦，因为若行热是较免煞。了，咱会选几位吼，咱遮有兄弟嘛当提供意见，咱则来依然几个景点行，咱看当时的状况，若落雨，咱就选厝内会当行的所在。若好天，咱就看要行湖，还是行池啊，还是行拢会使吼。咱较晚看天气，咱才做一个决定。望咱会当食暗顿了才转来，因为你若5点外转来，也是塞车。塞车咱甲来甲遮转来甲遮6、7点，咱嘛是爱食吼。我咧想，既然有咱车，咱就较嘛时间会当互咱较久，逐个互相兄弟熟悉，佫较有开讲的机会吼。互相伫遐，咱会当从遮40年前，咱嘛会当做一个回顾吼。以上报告。咱即时来唱圣诗396首，金丝刷牧师来祝祷396首。打马散会，求主祝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互助，欢喜群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请来起立来吟全首。打马散会，求主祝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互助，欢喜群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愿光光愿归主圣名，总愿心志免惊吓。真的广播阿陪小声，是的为主最见证，最主见证，最主见证，无论何地最更天，那位风雨对满最体，所修炼温那给你，我的心心留住邦藏，那不那在不多关，问天罗汉，问天罗汉，不同穷我同随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天堂以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